台中航工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刘浩宇，去年得到全球美法比赛的冠军。离研究所要毕业进前，伊特别来举办着展览会，要甲设计理念分享给学弟学妹。去年刘浩宇伫全球美法比赛得到冠军，予台湾登上国际。今年伊专工伫毕业进前伫校内举办展览，将作品结合台湾百家将各有原住民的文化意象。家亮的色系本来都是很饱和的，那我也是用很饱和的颜色，让它去用一些流线型，或是像他们本身的弧形线条啊，或是一些色块的东西去做一个连接。伊嘛将家己生活当中的经验应用伫作品当中，展现出伊的特色。每一个家将他都会有一个角色，把它从发型、彩妆整体造型里面转换，变成一个很时尚的元素。刘浩宇嘛希望透过家己的力量，将台湾的水用作品来展现。有兴趣的民众嘛会当去看展览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